清净的净，三点水的净，干净的净，革除贪嗔痴爱世心五。修办到3000万啊！千万不要离开道场啊！不要离开善知识啊！不要离开经典啊！为什么会离开？因为是非啊！要跳一跳，超越是非啊！不离道场，不离经典，不离善知识啊！至少还有经典，还有道场，超越是非啊！